多谢新闻，台中北中部这个八县市共同以亲子出发，带23个观光旅游业者，这包括主题乐园啦、大梦园、饭店等等，推出中台湾热天优惠，期待带动国内观光。 囡仔上喜喜秀大，为着抢攻亲子观光人潮，台湾中部八县市用亲子做主题，邀请全台湾的乡亲来中部佚佗游览。 那我们中台湾呢？这8个县市啊，每一个地方都有推出他们最棒的一个景点来介绍。这摆拢总23间业者做会响应，包括主题游乐园、动物园、饭店和观光工厂等等，邀请台湾的乡亲伫咧秀大，会当带规家伙下来接送。那也希望呢，这整个活动会一直到今年的年底，包含我们云林国际游戏节，还有国庆烟火在云林，都会有相关一系列中台湾的一个活动来进行。 期待借由联合推广、营销各县市观光，带动国内旅游产地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